前有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珠。新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大丰国小3天2暝的毕业旅行。昨伫台南食到了后，下晡陆续开始着囡仔身体无爽快，吐、歹腹肚、冰白走白，计共有49个人送送去家己的病院，加载拢无大碍。即马家己市的卫生局当地调查原因。 学生看起来真忝，手内摕一个塑胶袋一直吐。14暗有几落10位新北市大丰国小的学生出现吐甲腹肚痛的症状。做伙老师讲，14是3天2暗毕业旅行第2天，你是伫台南的水道博物馆耍耍了，就学生身体无爽快。那边天气早上很冷，那中午的时候又很热，那下午的时候又很冷。那有部分小朋友他要去买冰跟一些凉水来喝。 那因为我们回程的路上又是在有一点是山路，所以小朋友就发生呕吐的现象。学生送嘉义市圣马尔定病院治疗，医生讲有可能是病毒感染了，佮互相传染。有的就比较严重一点，吐拉有10几次，吐拉怎样厉害。有的症状比较轻，这样吃的都不太一样，就比较像是属于那种。 病毒互相传染之间的那种诺罗病毒还是其他的病毒。嘉义市卫生局接到通报，派人去采集检体，送疾管署实验室检验，查清楚病患。目前依照疾病管制署的规定，可能我们卫生局或者是医院这边会协助裁剪小朋友的检体，然后送到疾管署的实验室去进行检验，确定到底是细菌性病原还是病毒性病原，所导致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卫生局提醒，校外教学的时阵，应该尽量避免青也有冷的这款高风险的食物。目前总共有49位学生被送病治疗，好家在拢无大碍。学校已经请学生通知家长，也将15位行程取消，直接登记学校。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伫这个月11日，坐华航的包机对关岛倒来台湾的一个73岁欧吉桑，昨昏发现讲伊死伫居家检疫所内底。伊入境的时体检是阴性的，为啥伊会雄雄过身？即马嘛咧调查原因。这个月11日，有47位旅客坐华航的人道医疗包机倒来台湾。 除了5个人是需要就医的关岛的病人，其他旅客是家己坐防疫计程车登记厝的，或者是到防疫旅馆做14天的居家检疫。目前来讲，14天团讲有1位伫咧居家检疫的73岁民众死亡。1月14号的时候，经由电话关怀时没有接到回应，所以公所协同相关的人员到宅访问关心。那发现该民众倒卧在厨房阳台。 那经由这个消防队急救送医后无心跳，那目前呢是已经通报检察官进行相验。这个大部人伫入境时阵有照规定，伫当地检验新冠肺炎阴性才能入境。指挥中心讲，死亡原因要等检验结果出来才能确定。指挥中心大概就是等送验的结果，他有没有决定要送验啦？那我们就检验而已。那死因的研判还是要请调组这边来做研判。 另外，自今仔日开始，防疫搁再升级。除了非本国籍人士暂缓入境以外，若是本国籍人士入境，居家检疫也要遵守1人1户的规定。当来民众居家隔离14天，限定1人1户。若搁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要登记厝的过年就要提早登来。 本来伫1月中、1月底会有真侪人会转来过年，估计上侪时阵会有5万多人。这么因为居家检疫变得较严格，防疫旅馆也无够，国家来回的隔离期恐吓又长，真侪台商归期伫咧大陆过年。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政府一个泡泡浴的政策没办法去配套执行，所以我决定不回台湾过年。 因为中国的疫情阁升悬，河北每天的病例数增加真多，封锁程度甲去年的武汉差不多。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针对台商团体希望给春节泡泡加台商泡泡，目前拢无考虑，也和今年转来台湾过年的路搁较困难。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为着要阻挡变种病毒，英国伫头拄仔宣布讲要禁止巴西甲南美洲的国家，这所在的旅客入境，因为日本是大先发现有对巴西去的变种病毒，甲英国、南非的变种病毒无同。那新的研究是显示讲，巴西这个新的变种病毒共款加较高传。
伫英格兰大曼彻斯特的城市奥德姆，有一寡车排队驶入去布棚做有风车。英国首相强生伫13讲会加速替几落百万上落世族群做有风车。除了这种德莱斯，也有几落百间诊所、药房，也有伫咧会展中心、运动场馆所设置的50个大规模的注射中心，223间病也伫咧做。英国伫咧全欧洲确诊死亡人数排第一，因为最近高出现巴西变种病毒，所以宣布入境禁令。Well, we know there's a mutant version of the virus, and so we're going to ban, I'm afraid, flights from Brazil, South America, Portugal, which is a route that's often used through from that location, from 4 a.m. tomorrow morning. We've now put 3 million jabs into the arms of the most vulnerable, older community. We don't want to trip up at this late stage. 巴西研究机构发现，这种变种病毒真有可能传染力更加强。甲之前发现的英国甲南非的变种病毒真同。 Participei hoje de uma reunião da OMS, onde justamente esse era dos pontos de discussão. Até o momento, não existe nenhuma evidência de que nenhuma dessas linhagens prejudicaria. 因也发现，这个月初伫日本有自巴西登去日本的旅客发现全新的变种病毒，甲伫亚马逊地区伫咧传染的病毒有同款的变异，是还未公开的新变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咱来看云图。今日咱台湾各地外岛拢是侪云到好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各地早暗低温是较低。气象局有继续发布低温特报。若日时高温有20度以上，严格低温是伫10度以下，所以日时暗时温差真大。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敢若5度1。 要提醒乡亲，明仔载有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入南，各地温度各会下降。伫北部、东北部天气会变寒。对明仔载下晡开始，东北风加水气入南，桃园以北、宜兰花莲会转做有局部阵雨，温度嘛降真济。明仔载北台湾会愈晚愈寒，而且是淡冷，爱到后礼拜一再转做大冷。乡亲爱注意这阵仔的天气变化。 前几天啊，台北有民众反映讲，水道水的水乃黄搁落落。经过调查，是因为天气变寒，翡翠水库的水产生水质的流动，才会去抽到有锰这款金属的水质。经过处理，已经恢复正常。那北水处即马嘛讲，会补偿民众10天的水钱。第邦桥民众就是拍开水道头，水总算无搁黄，因为12开始湘北居民的自来水有黄的情形。 有人伫面测车团打出离心变形的相片，怀疑自来水出问题。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太大了，骤冷哈，那个急速的冷之后呢，那寒流来袭呢，对这个水质呢，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好，它会产生这个翻扰、翻动的一个情况。北水处强调，气温影响水的密度。 底站密度大，水温变化细。不过台湾的冬天温度低，标水站的温度更低，比中底站的水温较低，密度比底站的水大，产生水质缓解。北水处提到翡翠水湖水免含量较高的水，水质才会氧化变黄。我们这一次预计减免5天，另外我们再给予补偿5天的这个基本费跟这个用水费，我们都会全力的。 了解水质的问题，让民众能够用一个干净又健康无虞的水，这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市府已经要求北水处做好检测。北水处强调，经过紧急处理，10时透早水质已经正常。受影响的差不多450万人，会看用水的情形补偿10天的基本费甲用水费，差不多是100块到500块。记者综合报道。 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金门拄着50年来上界严重的渴旱，去年几年雨量干那400多毫米。金门的水库即马蓄水量剩一半，欠水严重，欠水引产力的农作物拢打起，落雪的高粱即马收成减一半。来看《中国时报》，
台积电看好5G 加高效能运算相关的应用产业，所以今年要扩大投资，资本的支出会达到250亿到280亿的美金，创下历史新高。对外市场的方面，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是表示讲，美国厂伫今年的动工，伫2024年逐个月会使生产2万台的晶圆。来看自由时报。北部某一间病院医护人员确诊大型活动，敢袂使照常。今年的台北灯节是2月26到3月7要举行。台北市政府即马是表示讲，灯会会照办，也毋过若是到时有雄出现社区感染，也是讲爱限制人数入场。台北市政府即马嘛已经有咧规划讲，用 AI 设计来控制人灯。因为发生病院内底的医护人员确诊，疫情指挥中心有先体检523个接触者，加载是拢阴性。今仔日阁要扩大300-400人做体检。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宣布讲，被放令解除隔离，会当出院新的标准。国内爆发第一例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和传染后女朋友护理师造成社区传播。疫情指挥中心紧急列出各采检2人病院接触者，疑似护理师、行政人员、带医病人甲家属468人，一采结果全部拢是阴性，或者有症状的人77人，二次采检也是阴性。社区采检55人，除了839例护理师是阳性，其他拢是阴性。我想这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哈，那整体在周围这第一圈里面哈，大概都是非常好，就是现在没有确诊的情况。陈市长表示，15开始针对部门有地检接触者做体检，按算增加300-400人，分2天完成。另外，进行带医104位新冠肺炎确诊者，大部分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为什么开始照症状缓解超过3天，连续2摆 PCR 核酸检测CT单，34或者是比34较大，或者是1摆阴性1摆CT单，34或者是比34较济。或者是2摆采检阴性，甲离发病日超过10天，3项条件拢符合，就应该隔离出院。根据文献啊，再还有我们自己实验室的资料，那知道说大概 CT 值大于等于34或33以上啊，就不会再有传染力了啊。另外，7500间协助春节回乡的集中检疫所专案到13暗时全部定了，指挥中心会个检查量能，评估是不是个释出检疫所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9300万例，死亡人数有199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咱台湾加强842例。中国的病例有87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日本超过3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3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832万例。欧洲的国家伫法国超过290万例，英国是超过322万例。镜头来中国河北的疫情继续咧炭烧。中国13新增加138人确诊，其中有124个是本土病例，若有81个拢是伫咧河北省。昨河北是新增加1个死亡的病例。中国的官方即马是赶紧伫石家庄赶紧打3000间集中隔离所。石家庄一块空地啊，乌土机一直乌，伫暗时也咧赶工。新华社指出，这空地啊准备去3000间集中隔离的所在，因为河北的疫情一直滚价。河北省为7日以来已经暴增超过500例本土病例，13出现第一例死亡案例。死亡的原因的考虑，还是由于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了包括循环和心脏在内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河北省官方14早起10点上新的统计，石家庄各新增加47例确诊。央视报道，这一摆河北省感染者也拖加浙江山东山西这个省份。乌龙岗、望归县的疫情也伫3天内拖加3省10例。望归县也封城，专员核酸检测。病毒基因测序，我市望奎县所发生疫情病毒与大连疫情病毒毒株100%同源。
河北省初至到14，无症状感染者有320例，专家认为无症状感染者造成真侪省份拖开的风险，强调这个地区应该真侪摆普太必要12开始就加装亚第2轮专员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的这个假阴性比较高，比如有的人做1次可能是阴性，做2次、3次，有的大家可能看过报道，有的做10次以后才阳性。它的传染性是吧？是相当于它的1/4或者1/3，就比较低，但是它仍然能够在传播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河北官方表示，南丰市、定州市全部检测完成，全部是阴性。就加增加邢台市第14暗时全部第2轮检测了。记者综合报道。这阵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已经有2300万人感染。纽约嘛用2个野球场正做注意风险的所在。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即马已经去到中国的武汉，要调查病毒的源头。世卫组织专家集团去到武汉机场了后，10名成员为完全隔离遭到紧急航下专家只挂吹暗甲身躯边全副武装医疗甲接待人员形成明显的对比。We will start with 2 weeks quarantine in a hotel in Wuhan as everybody coming into China, where we will start working immediately remotely. And then after the 2 weeks, we will be able to move around and meet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in person and go to the different sites that we'll want to visit. 早伫第1波疫情期间的去年顶半年，美国甲澳洲都前后强烈要求中国，互外界专家入境调查疫情，也佫引起中国甲有关国家的紧张。不过，同一时间 WHO 的专家已经做好调查计划。That will be looking at in more detail at the initial cases, the human cases that were detected in December 19, looking at the market, the famous Wuhan market, and see what happened there, trying to find out everything that went in and out of that market in the weeks ahead of the event. 专家指出，一摆实地查访无可能马上找出答案，北京当局配合的程度，甚至是不是暗中阻止，都是问题。另外，美国政团目标放伫总统弹劾案的同时，各地方政府做疫苗工作也咧赶紧进行。加州虽然是确诊病例排名第1，不过日死亡人数却以纽约上济，所以大联盟纽约拥挤球场、大都会球场这所在，拢用来做疫苗注射中心。目前住的人数已经超过1020万人。联邦政府原本做出严格规范，要求先予第一线医疗人员注疫苗，不过被各方认为这是延迟做的速度，改做65岁以上民众列为优先对象。另外，疫苗来源除了辉瑞甲莫德纳2间药厂，交生公司也宣布，公司所研发只需要注1摆疫苗，今年3月中上市，按算年底进前应供应达到10亿剂。公司新闻持家人评析。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1月20日要就职，为着防止暴动，有上万的国民兵即马进驻国会山庄，当地戒备已经愈来愈严格，国民兵无所在困，拢困伫涂骹。媒体是翕到国民兵困伫涂骹倒规片，看起来是天歪歪。自从顶礼拜国会发生暴动了后，军方甲 FBI 就接到证据，讲拜登20日要就职的前后，无排除阁有激烈的抗争，甚至会有暴动。所以已经有1万的国民兵入去华盛顿的地区，2时进前嘛禁止游客入去。来关心即马气候反常，今年的寒天各地拢出现上低温的记录。伫瑞典是出现暴风雪，-40度，上万户停电。若西班牙嘛出现低温，当地政府已经限制民众用电。即马连洛西亚资本着足悬的所在，嘛讲爱临时增加烧气站，提供烧气予民众使用。一台搁一台卡车陷入大雪中，袂顶袂动。瑞典海纳桑德市出动除雪车队，前进程度道路雪。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各地的寒天拢创下新的低温纪录。瑞典出现暴风雪，达到60公分的雪，予铁公路拢停止。瑞典北部甲芬兰南部当地13拢做上万户的民家也安尼停电，因为交通不便，当局有估维修时间将会久长。未来几天的气温也可能降到-40度。同款是欧洲国家的西班牙，是各地创下低温纪录。阿拉贡自地区低温到-25度，全国已经有至少5个人冻死。伫马德里郊外的卡纳达雷亚尔贫民窟，
当局为了断绝违法大麻业者的用电，停止供电，互居民需要燃火驱烧，也是靠小型的燃料发电机来供电煮饭。No tenemos agua, tenemos que calentar agua en las ollas y con la luz estamos muy mal, sin luz, sin calefacción y tenemos niños pequeños y necesitamos la luz, que nos pongan la luz porque es urgente, lo necesitamos. 马德里的医疗系统也受寒冬的影响，真侪爱送医救治的新冠病毒患者，定因为大西冻路拖延送医的时间。连关系寒冬的罗西亚平均温度伫零下15至30度，也伫国道附近临时增加至少36个供暖设施，提供民众暖气、小汤、小茶，甲低站休困床位使用。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来关心香港，伫这个月初6，香港警方掠走53个民主派人士，昨早又搁掠走11个人，内底嘛包括人权律师、香港机关黄国栋。是香港区议员嘛是人权律师的黄国栋，伫面册表消息讲，早起6点10分，国安处就来处理甲伊带走。另外，前学联副秘书长何杰宏共款嘛伫面册表示，伊妈妈伫早起6点15分嘛叫警察掠去，带去专员警署。根据香港媒体了解，因若像伫咧12个香港人的偷渡案当中协助罪犯。黄国栋伫咧反送中运动内底，一直替示威者提供义务的法律援助，而且伫咧去年开保护伞的餐厅，协助来台湾找找庇护的香港人家己趁钱。真正餐厅去互破白写物恐吓，4个嫌犯已经去互起诉，即嘛是正常营运。甲黄国栋捌表示未放弃的精神共款。街头抗争是永远不会放弃，在议会里面的抗争，我们一定会力争我们可以有的权利去反对政府，让政府真的看清楚，香港人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根据香港抗议的报道，国安处早起就以协助罪犯的罪名，甲8个查甫、3个查某，总共11个人，年岁伫咧18岁到72岁之間掠起來。黄國棟常常伫咧國警署走總，替示威者提供援助，即馬鎖嘛伫咧這波行列的名單內底。If you approach one police station, you say that, well, I'm looking for my client. The name is Papa, and then they say he's not there, and then they would not point to you which direction you should go. So we just walk around and search for another police station. I think we have more than 50 police stations in Hong Kong.So you got to lock a door. 港版国安法发布到达，已经有100多个人获掠。香港警方甲路透社讲，因目前还搁伫咧收集信息，无法度随发表评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下党派的美国国会，还有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今日发布一份报告，内底是指出讲，中国可能在对待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甲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来看印尼在驻中国研发的预防车，托尼基即马嘛是，托尼基的总统总是带头驻中国科兴药厂研发的预防车，希望降低民众对预防车无够力、无安全的疑虑。来看日本东京都的地下铁物列车司机发生群聚感染，对去年底到今年初，计共有38个人去会到，致使列车爱检车帮，即马已经检3成。经过调查，可能是问题出伫宿舍的水道头。美国国务院用政权交接做理由，取消所有外交访问行程。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原本要来台湾，即马嘛无法度来啊。昨早是改用视讯会议，甲咱总统蔡英文会谈。Ambassador, it's so nice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lk to you over the internet. Sorry. 因为美国国务院取消所有出访行程，无法度来台访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则是早起透过视讯方式，甲总统蔡英文进行对话。蔡总统就此感谢克拉夫特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团务，也当面表达希望加入联合国甲世合会的国际组织。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how that Taiwan is a force for good and vital partner to the world. And we are able and determined t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ving forward, we will keep pushing for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UN-affiliated meetings and events. 蔡总统表示，克拉夫特挺台的作为鼓励台湾人民，事实上大家拢真爱伊。也广告捌出现伫相片中的台湾乌金红仔，激发少年世代想要加了解，进一步共同努力帮助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成员。You have that with you today? Yes.
The picture as I was entering the UN building, as I was entering the General Assembly Hall. 克拉夫特也伫推特表示，会当甲蔡总统同会是一项真大的事情，也批评因为中国的阻挠，台湾未当伫联合国家 WHA 分享成功的防疫经验，表示美国永远支持台湾。不过事情对位也引起中国的反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这个美国政府无守信用，过一个，搁将克拉夫特爱搁读一遍联合国宪章甲国旗。另外，捌几下摆发表天大言论的美国前亚太驻京坎贝尔，将要就任拜登政府准备伫北京设立的亚太沙皇新职位，担任亚太事务协调官，也得到证实。驻美代表萧美琴也推文期待甲坎贝尔合作。我相信他对于未来台美关系的这个发展，还有对于这个印太区域的这种整个的这个发展呢，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意义。坎贝尔甲蔡总统也有交情，也把访台外交部正面看待刷落来的台美关系。拜登20就要就任，也毋过目前美国内部情况混乱，拜登就职典礼规模缩小，甚至可能改做实来。外交部表示，争取参加困难度更较悬，也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头拄看到的是政府对外，若对内，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做2冬啊。昨伊是对外讲，这700多天伊的心情，也个政府有做啥物代志。苏贞昌嘛买回讲内阁会变动的谣言，嘛讲伊即马家己也个真有热情。从2019到2020到2021，你看每一天，这真的是堆叠起来的。讲出732天所达成的成绩，就任满2周年，行政院长苏贞昌10时举办大会，讲到过去2冬坚持分3倍冠，毋是分现金，推动同婚法案、防范非洲地震等等，拢做出对的决定。嘛，学了蔡总统的领导，佮大型看讲好家在，互台湾当成做乱世之中的福地。好家在，总统是蔡英文总统，好家在，国人同胞支持，立法院帮忙。好家在，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真的在困难中做对的决定。苏贞昌感谢团队的拍拼甲坚持，嘛表示捌甲蔡总统对谈，总统捌讲伊是护国的院长，啊毋过未来还佫有真侪代志要做。不过最近伫传出内阁改组，苏贞昌直接回应讲，无改组的拍算，针对院长的职务嘛无野心，充满热情。从没有厌，也从不倦，依然热情昂扬，经验比以前丰富，看得也比以前开。最近包括进口内地等等的争议，互民众对苏贞昌的无满意度变悬。伊坦白讲，当初写接院长的时阵，民调才8趴，希望开价走悬。伫咧做代志甲互人介意之间，伊选择做代志。若是2024年，敢是有可能过来拼选总统？苏贞昌讲，人生的剧本爱演到迄张才会知影。啊，毋过针对选总统的代志，敢若回应讲，袂上啊，都免搁鸟啊。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新北市新店的区桥有一间老人之家暂火烧厝，加在半点钟内火就拍花，有一个90岁的老大人送上病院。昨暗7点外，新北市新店一栋6层楼馆的老人之家火烧厝，导火所在第3楼，随赶紧疏散民众。消防人员第30分钟就将火拍花。有一个老大人伊意识清醒，不过因为受到乌烟，佮惊到身体无爽快，送上病院。其他人拢平安。咱国内出现头一个医生去挖着病毒，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批评这个医生一定是防疫措施做无十全，爱甲开除。桃园市长郑文灿是批评这款讲法无同理心。若湘北的2个市长嘛认为讲代志就发生啊，爱关心参鼓励才对。医师工会嘛批评杨志良讲这款话对防疫无帮助。桃市有病医传出国来第一件疑似确诊新冠肺炎个案，互社会高度关注。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更加批评这名医师无落实防疫的 SOP， 应该爱开除。身为医师出身的台北市长郭文哲，伫10时早起回应，一旦怪医师穿烫衫无够细腻，不过美完也是爱关心一下。口罩没有戴好，这衣服没有穿好，这偷的技术不好，还是我相信。我还是可以找到他的缺点，那不然他怎么被感染？但是这样的哦，骂完以后还是要给他说，也是个还是要给他点鼓励嘛。他完全失控了，不只是失言，而且那一份态度真的不像是做过卫生署长，对医护同仁他的付出他的辛苦
他都没有同理心。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各界爱规划医护人员鼓励。已经有症状了，你还要去照顾病人，你还要带着你的同居人啪走，那我问你，你是院长怎么做？如果是这样，好棒棒，那我也跟陈时中回答一样，无言以对。卫福部和该医院应该要去落实做到所谓的根本原因分析。我们同意调查，我们也同意依规定惩处，但是绝对不是解雇或开除这么违反比例原则的手段。工会指出，这几年落来，医护人员工作量增加，心内需要承受的压力真大，伤过分的则比第一线真悬，对防疫不利。希望相关单位确实分析原因，有错误的所在，都要加强教育训练，让医护人员改正，继续为民众付出，也呼吁各界互相批评，就此停止。记者综合报道。新疆有真侪人会倒来台湾过年团圆围炉。对今日开始，政府是规定居家检疫要一人一户，防疫旅馆是险险报告。嘉义市政府，嘉义县市政府最近有新增加84间房间，要斗3天。新正剩无1个月就要到啊，国外嘛有愈来愈侪要倒来台湾过年的民众。进行居家隔离的政策，只要注意卫生要求，是会使甲厝内的人带做伙。不过1月15开始，针对要进行居家隔离的民众有新的规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为了强化入境旅客的一些检疫措施，那规定自110年1月15号起，凡是入境居家检疫的对象，若是在家中进行居家检疫，限1人1户。如果说家里没有办法达到1人1户，则必须入住那个防疫旅馆进行居家检疫。嘉义是农业县，厝外食头路的人，这段时间嘛拢会倒来过年。嘉义县原本有75间防疫旅馆的房间，1月20号以后拢已经满。为要满足防疫的需求，嘉义县赶紧搁找旅馆业者斗3工，希望会用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所以目前我们也有84间在新增的一个部分，所以整个嘉义县的防疫旅馆已经增加到159间。那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多多来使用，防止说在家里可以跟家里的人过年能够好好来使用，那也避免说因为没有正确的一个做居家防疫而引起我们的一个防疫破口，或造成大家民众的一个恐慌。嘉义县政府表示，伫去年2020年，嘉义县居家检疫的人数维持一个100人到120人左右，增加的房间数量应该有够民众来使用。过年期间，嘛会加强居家隔离的管理，呼吁民众要遵守相关规定，避免造成疾病的传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高雄公山有发生讲，一个劳工头一天去上班，伊就甲公司讲，伊要嫁娶，要请结婚假。公司是认为讲，这个员工无老实，伫咧面试咧引头路的时，骗讲伊已经结婚啊，毋过来做就随讲要请结婚假，用讲安尼影响工课做理由，全甲伊死头路。这个劳工过去劳工局，即马这间公司爱罚款30万。想要请结婚假，煞会无工课。高雄一个女性劳工，前年5月份去公山一间新机公司录取，想要到上班当天，甲通知讲最近要结婚，会请结婚假了后，雇主认为讲面试时阵，劳工讲已经结婚，而且会当随上班才甲伊请。即马煞甲伊讲未婚，佮要请结婚假，欠缺担任财务管理的信用，而且这个工课有级别性的需求，所以甲伊辞掉，去互劳工申诉。这件案件是比较特别，它是在报到当天。就跟雇主要求说他要请8天婚假啊，当然一般的民情来说，雇主可能就会不满意的那种不开心的那种状态可能就会出现，但其实雇主是忘记了，其实解雇是最后的手段，你必须穷尽一切的可能。高雄市劳工局认为，雇主涉嫌婚姻歧视，以违反就业法处罚30万。雇主不服提诉冤向驳回了，佮提起行政诉讼。毋过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认为讲，劳工职务是行政职务，无牵涉到财务。佮加上雇主经过面试录取劳工，表示讲认同伊的专业能力，佮甲有结婚是无关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旅程要走嘛，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我是认为说，雇主不应该是解雇这个女孩子。公司方面，因为他们当然是以最快可以进来工作的人为主，所以我觉得公司不算是有做错事。
民众看法无同，若是业者甲法告进前拢无回应，但是劳工局嘛提起雇主，无论性别性向、种族还是婚姻，拢是个人的隐私，雇主无应该要求劳工提供，嘛袂当用安尼来做无雇用的理由。拄到即款的争议，爱好好甲劳工协商，毋是直接死头路，若无可能因为技师涉嫌违反就服法，转来互处罚。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铁嘛有争议，高铁通车了后，欠劳工固定假日的加班费，甲普通时的加班费差不多是5亿。高铁伫2016年的时有提钱提出一半，那另外一半全报销报失。即马劳资双方打算要伫过年进行协商。高铁企业工会争取加班费真侪年，因为自从通车以来，公司无付固定假日甲超时工作加班费，总共5亿。虽望2016年公司付一半，啊，毋过抑阁一半无摕到。最近工会成员甲台北市劳动局会面，劳动局排定20进行劳资协调会议，嘛呼吁资方欠钱毋通欠过年。最近听说高铁的资方的部分释出了很大的善意哈，希望让劳工哈这个不要过年拿不到钱哈，劳工欠钱卖欠贵当啊哈。劳动局捌伫2014年年底对公司实施劳动检查，调查了后确认资方无付加班费等等违规的代志，开出2张罚单，总共罚30万。针对这件代志，双方进行行政诉讼，拢是一赢一败。马路有阁提出上诉，高铁认为讲毋是超过伊欠劳工加班费，是咧等待判决结果，过来办存落来半数争议加班费，敢是要问的代志。啊，毋过劳动局希望高铁会当量早来处理。希望1月20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高铁的资方可以提出这个所谓的归还的时间，还有它的期程跟它的这个归还方式等等。劳动局指出，受到影响的劳工超2-3千人。高铁企业工会今日表示讲，希望公司重视劳工的权益。高铁是以新闻稿说明，公司徛伫照顾员工，已经实施比劳基法更较好的加班费率。敢若希望讲上尾判决确定了后，争议会当解决。啊，若是上诉是为着兼顾员工甲股东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台北市立动物园看树梢。这树梢竟然是背对壁顶去，袂输想要逃窜出去共款。落尾是保育人员到现场用骗的，才甲骗转来。伫个岩壁顶悬，豆豆伫个水管遐伫个爬来爬去，囡仔看到是拢讲足古锥的。跟电视上的一模一样，很慢。应该动物园都没看到啊，这一次好像看到了。不过，这只伫个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理馆待2年的日子树梢叶红，原本惯是伫个岩壁顶悬活动，13下晡雄雄爬去游客咧行的航路，甲游客近距离来接触，游客嘛拢举手机啊伫个翕相。政治来了，他就会去探索比较靠近游客的范围。那这个时候，游客就是变得非常幸运的一群，因为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叶黄在附近活泼的一个样貌。日子树梢生活伫个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区，是夜行动物，日时差不多拢倒头吊伫个休困，一天会当困15点钟至18点钟，动作是真混沌。不过只要甲手伸好长长，免耍叮当，就会当摕到2公尺以内的物件。因为安尼，符合做地球顶悬动作上界慢的动物。园方表示，最近天气较寒，这2天日时较袂遐尔冷，推测树梢是想要曝日，才会刷去通行的航路。昨天下午其实是因为连续的寒流，让我们的热带地区来的树榻，其实它应该有蛮长的时间就闷在自己居住的小小的巢箱里面。那巢箱里面我们会提供比较保暖的设施，好不容易昨天终于有阳光，所以阳光照得暖暖了，它其实就会探索整个环境。后来是保育员到位，才引导树梢转去。游客嘛讲耍笑讲是树梢离卡出走。园方提醒民众，树梢的鸟是真赖，游客也是爱保持距离，避免去干扰到树梢来受伤。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莲池潭边仔的街路有种152丛细叶的南人树，有人讲是雨伞树，也就是有人嘛讲这是番仔草干。市府打算要甲乌掉改种别款树仔，因为讲这款树仔的树枝会落甲规个街路，害骑奥多拜的民众出道。也毋过当地的民众甲护树团体反对，认为应该是加摒扫，毋是去叮当树仔。这夜莲池潭边仔规排的细叶南林，发甲真青翠大丛。
对面有一排树仔煞已经互人修整，因为高雄市府打算要甲遮的细叶楠林拢挖起来，换种加冬树，主要是因为每一冬的5月到7月，树枝会落伫土骹，害骑乌多摆的民众触得着伤。落叶、落花、落果都会有可能导致机车骑士滑倒，但是你如果扫地有认真扫，都不会有这些问题。那我们现在看不到政府做出一个，我如果透过扫地，是不是能够让风险降到非常低的一个政策评估？完全没有。然后就突然说啊，这个东西就是要弄掉。每一颗都是纳税钱缴出来的税，然后去买树。然后以前骑摩托车经过这里，是有落叶是比较多，但是落果比较少。但是这样子移树我是不赞成。要甲种了10几冬的树仔挖起来，而且是152丛，护树团体真不满，烦恼耍树会害树仔较紧死。民众嘛讲，因早就有1400人联署反对，即马市府煞雄雄动工，永工处派人出面解说。它是大量落果，而且是24小时落果的。那当然就是说，它树形虽然很优美，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它是在快慢车分隔岛，就是在不管是快车道还是慢车道上面，都有造成公安事件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现在在趁树木还没有很大的以前，我们就要做一个迁移的工作。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树木是迁移，而不是毁树。永工处表示，市府初八有开地方的说明会，里长、民代拢支持，因尊重少数无同的意见。不过市府刷落来，打算要甲细叶楠林、乌帮树、扳枝等等无适合的树仔刷走换掉，拢是为着市民安全。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台南东山国小在推广儿童教育是真出名，而且佫有摕到贡献奖。校长是表示讲，儿童教育爱对囡仔对在地做起，所以有请青农来教囡仔去参与做实体验做农，希望把课本的知识，互囡仔用实做的会当了解。你们在摘的时候一定要下面扶住，然后再把它摘下来。台南东山国小推广儿童教育已经3冬啊，学生除了学课本的内容，嘛请在地的青年农民带学生做伙落田体验。这天因来到番麦园，学照顾番麦的知识，也亲手甲办起来。学习到了玉米它的雄蕊、雌蕊它的地方是在哪里，也知道它的授粉方式，然后也知道怎么除掉其他的玉米笋。小朋友说了解田里的一些生态的部分，让他们在田里面，还有跟学校所学的可以去做呼应，这样。儿童教育强调清新累做，让学生为农产品的生产、处理到料理的规个过程，拢亲身参与。校长周金伟讲，让真正有咧做事的青年农民来做囡仔的老师，是儿童教育的关键。我们实际上来做务农、做农务的一个体验，这样我们才可以让孩子生根这块土地，并且让我们在地的青农把他的一些知识能够传递给孩子。校长表示，希望甲青年农民合作，会当帮助因发展农场的生态旅游，嘛希望让囡仔重新思考咱人甲土地的关系，了解农产品安怎为远的到岛顶是农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投有一个老先生，把五小包当作料理包，开开了后，在半暝食入肚底。后夜外籍看护看到发现，赶紧送病院，家在无大碍。当爱电光片看到一块一块白色的物件，毋过这毋是体内应该出现的。南投前一日一个80岁的老阿公，无细日甲有烧茶啊当作是料理包，加开个烧土扔入去面内底，南食落，外籍看护看到是惊到要死，赶紧甲伊阻挡，送病院挂急诊。民众听到拢感觉无法度相信。伤咸啦！你太咸了啦！无啦，都无代无人啊，去甲掺这落。好像也看过那个清洁剂哈，那做起来像沙拉油的，内容物跟用途不同哈，做区隔。好佳在伊食的量无济，虽望未有发炎，毋过医师表示，带病院观察2天了后无代志，已经办出院。若是有烧茶的成分有铁粉、活性炭、盐类甲吸水性的树脂，会继续来释放热能。医师嘛提醒，千万毋通乌拿熬，那无可能造成黏膜烧着伤。那就不要去催吐它，然后我们就是就医以后再由医师判别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通常年纪大还有小孩的话，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另外，寒流一波接一波，嘛，互原本气温较悬的南部，加温用品的需求增加，真侪卖场除了买无有烧茶啊，甚至连电烘炉嘛拢断货，民众走几啊间拢买无，敢若讲真头痛。最近都买不到，就找了大概6间7间，连同灿坤跟大润发那些，我都找过，都没有，我就只能羽绒衣穿多一点，不然怎么办？卖场的业者解说讲，跨年期间已经抢过一波，啊，毋过第二波寒流来了后，电烘炉差不多拢去互民众抢了，一直到今拢无货，目前敢若会当继续入货。啊，若是10日空气会阁热南，台南地区预报敢若11度的低温，看起来这波欠货问题会阁继续一段时间，嘛呼吁民众爱注意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车头有设一个互家有会当放物件、放行李的所在，即行李房。啊，那这行李房其实是社会局替家友逐工纳50块租金去租的。社会局是按算租到3月初7。啊，那刷落来要安怎？即马家友嘛咧烦恼。家友甲家己生活用品塞去车头的行李房，这是即阵仔才开始由社会局暂时出钱，伫台北车头提供一个空间，免费互因放。不过，这个暂时会当放的所在，目前可能敢若到3月初7。有这间房子真的很感恩，但是我只希望不要说2个月了，真的不要说2个月了。你2个月，假如真的是不行的话，也是一样，大家推出去也是一样，整边都是了。家友其实真欢喜，有一个空间，阁有人咧顾，互因去做事的时阵免惊物件放无去，而且因家己活动线来管理，会使讲真自律。假如讲开放2个月后，车头要收租金，真侪人可能无法度负担，嘛毋是每一个家友拢身体真勇敢，会使去趁钱。街友比较弱势哦，又比较没有钱啊，你1050块，慢慢给我来抄来抢。来放置的街友朋友、大哥大姐，他们的工作上面其实是不稳定的，然后经济上面其实是不稳定的情况底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部分。那我们基本上会再跟北车再做一个细部的协商啦。那我们希望说这个事情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正前要开放行李房的时阵，就因为租金的问题，互家友真操烦。后来伫社会局大付租金了后，才有即摆的结果。嘛，互车头4块位啊变清气。目前有24个家友伫遮放物件，即摆因敢若希望讲，这个政策会当继续行。记者陈雅文、谢桂玲台北报道。云林仑背草湖村人口有上千人，一直拢无一个活动中心，通互民众去运动、去交流、去唱歌。当地众人走动之下，即马草湖的集会所已经正式启用。苦苦等待这侪年，云林仑背乡草湖村的集会所落尾正式启用，居民来参与落成典礼，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热。啊，都办了有成功啊！哦，啊，都来跳舞，咱就来学啊，安尼啊。袂歹啦，真好，真好，等足久的啦。我都来遮运动、唱歌，为着老爷安尼开讲。仑背乡草湖村的人口大概有1600人，不过煞无活动中心通使用。透过乡公所和云林县政府的协助，这间草湖集会所总算完工。以后民众就好通来遮聚会开讲、运动，佮有唱歌。这村民举办真侪年啊，终于完成咱草湖集会所。这集会所会当带动整个这时代一个好的活动场所。有集会所，居民会使伫遮举办活动，甚至课程。尤其时代真需要一个交流的好所在，开讲生活。以后要讨论代志也更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会晓讲台语的少年人愈来愈少，烦恼母语会消失去，所以即马台南有一个少年家，就开始咧设计台语文创商品，希望互平平是少年人的志愿呢，去了解台语深色的所在。专心坐伫电脑头前的阿东，当咧思考后一个台语文创商品要安怎设计，放伫桌仔顶的，无论是锁匙、圈仔，还是台文衫、帆布袋啊，拢是伊的作品。阿东想要甲台语文推广互更较侪少年人熟悉，
伊认为上紧的方式，就是用现主时少年人上介意的文创商品来成因的吧。我想要透过无同款的方式来推广台语文。平常时我是伫面册，会做一寡字卡的方式来推广台语文。即摆我想要用透过设计一寡文创商品，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互台语文行入咱的生活当中。为着互商品会使更较有路，当更加工作室合作，以6万个人做主题，设计迄个文创商品，卖伫网络顶悬，甲大家分享台语趣味的所在。大家对阮商品的反馈甲期待，有一寡朋友感觉讲，阮即届的主题对网的人袂歹，因为会当欢迎伊的心声。而且甲台语文化这件代志视觉化，变做台语罗马字这件代志，因感觉足趣味的。一般的民众看到我的商品，可能会小可毋知要安怎念，也毋可我一支一支甲加工，这要安怎讲？而且呢，像阮这衫边仔嘛是有台落，嘛有台语的罗马字，会当透过甲伊加工，台语会当有汉语。会当书写，会当有台语罗马字来书写，而且透过台语罗马字，会当知影讲这个字要安怎念。当讲无定着后一代无台语，嘛会使活了真好。毋过咱失去的毋干那只是一个语言尔，是更较深一层的文化。希望台语文化会使久久长长继续传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个镜头来个话，古巴开放外国观光客去观光，严格防疫措施是真严格。入境的旅客爱隔3天内体检阴性的报告，去到机场还阁爱体检1摆。若入去到度假村，身躯边嘛随时拢有医护人员。伫古巴哈瓦那的路，最近阁开始看到外国的观光团。It seemed a good idea to come to Cuba. Many places closed or have many cases, so Cuba on the internet said. Cuba is very safe. 古巴伫去年3月发生疫情了，北亚边境封起，对正依靠观光产业的当地经济影响真大。不过伫国内疫情较稳定，哈瓦那当局开始解禁。去年7月，古巴已经准国际旅客入去部分地区。11月了，旅客会当到城市旅游，即马一天有1000位外国人入境。Y también lo bueno es que Cuba se reactiva en este sentido, ya que tenemos ahora mismo una buena reputación con el tema de nuestro sistema de salud, de la poca cantidad de casos, la forma efectiva que se controla la pandemia. 开放国际观光当然要有配套。1月初10开始，旅客就要摕72点真久内 PCR 检测结果阴性证明才能入境。到机场也搁会检测一遍，费用由古巴政府出。了期大所在等检验结果出来，若是带伫咧家政府配合有医护人员监控的度假村甲饭店，等待期间会当到度假村每一个所在。若是带伫咧民宿，就要自我隔离5天，第5天医生来给你检测阴性就当出门。El médico de la familia, que es el que hace el seguimiento, en este caso en las viviendas, es el que trae el resultado y le dice al turista que puede irse. En mi caso, que yo vivo aquí y rento. 旅客隔离煞了会当去的所在也有限，城市只敢若会当停3天，去酒吧也爱踮伫咧大门边。去年因为疫情，国际旅客降到只敢若100万。古巴政府讲今年要起到200万，互当地观光恢复活力。公司新闻启发林编辑。澳洲的羊毛产业捌因为可汗是变失落稀微，不过最近这几档产业有豆豆在恢复，嘛带动劳动需求。甲英国无共款的是，即马做这道的真侪拢是查某的，剃羊毛已经毋是查甫人的天下。澳洲的羊毛产业捌是查甫人的天下，不过这款的局势最近这几年煞有真大的转变。Definitely, it was a male-dominated area. But it's well overcome now by women, so it's really a woman's industry. 真正因为发生真严重的可汗，昆士兰西部的羊毛产业经过几啊年的衰退，即马当地豆豆恢复当中，对剃毛师傅的需求嘛对咧提悬。不过劳动人口老化，这项产业需要新的人力，拄好少年女性会当来补这个劳动力的空隙。We used to have plenty of participants once upon a time, but now it'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to source for people that want to get into the industry. I think the big change there is the mentality. Like once upon a time, women would sort of look at that and think, oh, I could never do that. But
when you see one or two, all of a sudden it opens up everything, and you think, well, why can't I do that? 昆士兰西部并无所谓官方认同的天油门的训练课程，毋过对铁门工人的需求提悬，这款的铁门课程是愈来愈夯。就讲这节课，甚至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拢是女性。这个有理想的查某囡仔爱略好，本身厝里都有饲羊，特别来进修学习。伊表示，铁油门的工课其实比想的搁较困难，毋过来上课了后找到撇步，就变甲真简单嘛，真轻松。At home, because we got a lot of sheep, I thought one day I'll get more sheep than Dad, so I think I'll stick to the wool and sheep industry because it's just something that's just grown up with and it's just part of me. 嘛有学生表示，课程刚开始的时阵，伊甲其他查某囡仔佫真烦恼，讲做袂起，结果即马就若像倒顶年柑，凊彩地当家一只羊掠咧，摕铁刀出来铁门，嘛证明讲真正烦恼拢是假的。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加8度，上悬24度；伫中部温度上加是8度，上悬23度；南部温度上加12度，上悬25度；东部温度上加12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9度到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掌声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